各位訓練員，今日要俾你睇啲正嘢啊 ！OK 嗱，大家想象一下先。嗱，我哋將時間回帶20年嘅今日啊，係2005年，喺一個科倫嘅研究塔裏邊咧，有一班科學家喺度用緊 Pokemon 嘅 DNA 啊，去做緊實驗。而佢哋嘅目標好簡單，佢哋要做一個前所未有嘅 Delta Pokemon 啊，係將屬性去融合。而嗰啲 Pokemon 咧，個攻擊力係非常之大噶，所以大家見到我手頭上呢啲全部都係 Delta。喂，你幻想一下先，你同人對戰緊 ，OK？ 人哋掉隻寵物小精靈噴火龍嚟㗎 ，OK？ 冇問題，但係佢識放電啊！你仲唔走佬？喂，真係好恐怖啊！即刻投降添啊！點打？喂，大佬點打先？真係冇得打噶，所以我真係覺得呢啲卡咧係比較特別嘅卡，希望佢遲啲再出翻啦。如果大家中意 Delta Pokemon 嘅話咧，記得去我哋網站去睇下，我哋真係有好多啊！好，我哋下條片見。